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8月1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1篇，以赛亚书第24章14到23节，路加福音第12章第41到4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忠实的。圣经时常提到上帝的信实，这也是世人所期待上帝的特质。以色列人在离开上帝的道路之后，就遇到了困境、被掳。然而他们总是在祷告当中求主的保守。信实的祷告经常出现在他们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约拿在约拿书第2章第8节到第9节的经文当中，祷告提到了拜偶像的人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忠信。那祷告上帝说，救恩只有从上主而来。这个时候他是在鱼腹里祷告，就是我们所说的阴间。他相信上帝是信实的，当然也提到了投机的人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忠实。先知以赛亚也提到了以色列人的罪，因为他们背弃了自己的程序，对于敬拜上帝的事，他们不太忠实。先知以赛亚说，劫后余生的人要快乐欢唱，西方的人要报道上主的伟大，东方的人要颂赞他，住在沿海的人要赞美上主，以色列人的上帝。从世界遥远的角落，我们听见赞美公义之国以色列的歌声。但是我照样了，我完了。被信的人仍然继续被信，他们的行为极为可怕。这也是让我们想到约拿书第2章第9节约拿的祷告里面，他这样说道：但是我要歌颂你，我要向你献上生祭，偿还一切所许的愿。救恩只有从上主而来。但是我们也相同的就看到约拿对外邦尼尼微城的人的得救非常的不高兴。就实际上来看，先知约拿也没有按照他祷告当中的许愿，他说我要歌颂你，我要向你献上生祭。他没有像这样子偿还一切所许的愿。第4章的记载中充满了约拿对上帝的埋怨、生气以及不满，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虽然跟随着摩西，学习认识上帝，学习敬拜上帝，但是他们却仍然在西乃山下选择回头去找这个旧爱，就是那个金牛。又如同使徒行传第5章第1到第10节，亚拿尼亚和撒非拉这一对夫妇，当他们决志要奉献的时候，他们却反悔而来欺骗。那不忠实的结局就是失去了生命的保守。
逃过恐怖的人会跌入陷阱，这是以赛亚警告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从世界开始，地上的居民有恐怖、陷阱、罗网等着你们。逃过恐怖的人会系在陷阱，他们爬出陷阱的人会被罗网套住。天降好雨，将地的根基摇动，地要裂开、粉碎、崩裂，大地震动，像酒醉的人东倒西歪，像台风中的茅屋摇摇晃晃。世界因罪而堕落、崩溃、破碎，永远不能再站起来。上主惩罚的时候到了，他要惩罚天界的掌权者和异地的统治者。他要把君王像囚犯一样集体都起来，赶到地窖，使他们都关在那里，一直等到那惩罚的时候到了。月亮要变黑，太阳黯然无光，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要在西耶路撒冷和锡安山上掌权。上帝的领袖都要验过他的荣耀。基督徒和犹太选民都是上帝的仆人，世界的管家。那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位忠实的仆人？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12章41节到48节的比喻当中，提到了有关忠心可靠的人们与另一位不忠实的仆人，提醒了我们基督徒应当成为一位忠心的仆人，让上帝称我们为好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可以在什么样的事情上来表现我们的忠实呢？并不是在圣殿里饮食，轻看上帝的殿，这是我们要去反省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要随手关灯，节约，做好垃圾的回收分类，从呼召领受每一个职务，宣誓就任都有其因应之道。他们尽心成为一位忠实的仆人，持守耶稣基督的本分，勤奋服，多读经，常祷告，守奉献的约，准时敬拜上帝。确实，这个在给执行同工来讲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当我们要确实的执行预算的时候，诗篇第11篇，上主是我的避难所，你们是怎样的愚笨与地对我说，要像鸟儿飞进深山，因为作恶的人弯曲搭建，在黑暗中杀了正直的人。根基若崩溃了，一人能做什么呢？上主的圣殿里面，上主宝座设在天上，他们观察世人，洞悉他们所做的所为。他考验义人和邪恶的人，他痛恨强暴的人，他向作恶的人降下灾祸硫磺。
他用灼热的火焰惩罚他们。上主公义，他喜欢正直的行为，正直的人得以朝见他。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学习信实的实践我们的信仰，从生活中、从服事中表明我们是上帝所爱的忠实仆人，荣神益人。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